出门是一仗，家中之事要靠你照应。好，特别我娘子刚刚进门，希望兄长好好照顾她。出门前你的老爷我等照顾啊？对呀，你的老婆我照顾唔过啊。自己兄弟不照顾，叫谁照顾啊？哦，这哥哥没有说。哎，哥哥没有说，不要忘记。丈夫遇到比赛都在里，你出门之前为不有啊？教他弟弟。小心一点啊！本山长孙建议，放心，快回去吧，回去。阿公哎，我有赶时间吧？没有时间，你们就去吧。放心去。闲话，公爹，我儿出门寻找。有些什么东西，你请我一来，为公名声操啊！都是公公贵长啊！你也去吧。那我为王